衰落的情景快要出现了。妈妈，停！这句妈妈喊的那个感觉都不对。这句妈妈一定要喊的既有深情，又带着指责。看我，妈妈。哎。能不能认真点？行，停，该我了啊！那个不朽的物质力量之父撒旦，生怕你们重新获得生命，立刻就对你们就像对顽石和流水一样，不断地进行着原子的碘化。于是你们就永无休止地在变形。整个宇宙里，除了精神，没有一样是固定的、不变的。雷闪闪同学，你在这鬼哭狼嚎的，你搞得我一点肉感觉都没了。这部话剧叫《海鸥》，我要给你配点声效。闭嘴！叫的简直就像是人叫床似的，我给你嘴夹起来。我靠，这也太激烈了吧！群批呀，这也太超前了吧！你干什么呢？美术系823宿舍多次大声喧哗，严重影响其他同学休息，现给予警告处罚。可芳，哎，齐总，你找我啊？我正找你呢。你最近有看见冬眠了吗？没有。冬眠不接我电话，也不回我短信，我很担心的。可能是不是他太忙了，所以他就没时间那个。这些都是客观原因，连回个短信的时间都没有吗？那他就没顾上了。我真的很担心他。如果你看到他，让他给我回个信。行。不行，如果你看见他，你告诉他我在找他。行。戚总，你这么担心冬眠是因为什么事儿啊？怎么说呢？既然你是冬眠的闺蜜，那我就直说好了。我和她发生关系的时候呢，没有带安全措施。我担心的是怀孕。不会，我觉得不会怀孕的，绝对不会怀孕的。可风，虽然我不是什么好人，但是要是我的，我一定会负责的。真的？真的。你没说漏嘴吧？当然没有了。不过怀孕这种事儿，女人有志觉，男人也有。怎么办？对这种连环夺命 call， 我也没办法。要不我干脆把他拉黑吧？太明显了吧？可是我肚子里孩子总得要吧？当然要了，你不就为了孩子吗？可是人家毕竟是孩子的爸爸。爸爸怎么了？可是男人都一个德行。珊珊来了，珊珊，珊珊。喂，冬眠，你好，你打错电话了啊，打错了，不好意思啊，是他的号。
啊，早晚有一天你要面对孩子他爸，就算你现在不面对，等将来孩子生下来了，他也会问你，我的爸爸是谁呀？知道了，亲爱的。最近呢，就麻烦你们2个帮我拖一拖了，能拖多久就拖多久。还有啊，你都有孩子了，就别再那么蹦蹦哒哒的了。哎，行行行，知道了。看看你们2个，一个像老妈子，一个像婆婆，这叨的。废话，你那是我干儿子。知道了。哎呀，哪有一个妈妈不爱自己肚子里的孩子的？我也希望我的孩子能够健康快乐的长大。你知道我看见什么了吗？你的头顶上有一个巨大的光环，那就是圣母玛利亚之光。王老师来了。王老师要是来了，那圣母玛利亚的光环就变成了欲火焚身。王老师，王老师，珊珊，我有事找你，我想和你单独谈一谈。哦。珊珊，王老师想跟你说的是，请你以后不要再去潘老师的病房了。为什么呀？我是想去照顾潘老师啊。潘老师由我来照顾。可我还是希望能帮你做点什么。谢谢你，珊珊。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，我们每个人都不希望自己的生活被别人打扰。对于我来说，潘老师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人，他这一部分，我不希望别人来干涉。那我呢？我是你生命中的哪一部分啊？我现在没法回答你。那你打算什么时候回答我呀？行啊，我懂了。你瞎溜达什么呀？你瞎溜达。哎，那个，要不然咱俩下午别上班了，我开车带你出去溜达去，啊？走。你过来。啊？转过去。哎，驾！
谢谢你啊。又跟我说谢谢，你跟我说过很多次了。不止这一件事想谢谢你。那还有什么事儿？你知道我想说什么？嗯。你也知道我为什么不开心？嗯。我是不是应该离开王老师？我没办法帮你做出选择，我所能做的呢，就是在你身边陪着你。可我做不到。我从上大学就喜欢他，后来大学毕业了，我们俩差一点点就好了，可他还是消失了。他现在不是如愿以偿的回来了吗？他是回来了，按理说我应该感到挺欣喜的，因为丢失的糖果又回来了。嗯。可我看到潘老师那副样子，我现在特别明白你的感受，你是不想把王老师从潘老师身边夺回来，因为你看到潘老师现在已经变成那个样子了，是不是？对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夺回来呢？潘老师那副样子了，我要是夺回王老师，我岂不是太惨无人道了吗？是，所以你就选择了逃避。我是算逃避吗？你这不是逃避吗？嗯？我告诉你，雷珊珊，你现在应该做的就是找个地方好好的冷静一下，想一想，你到底想要什么。谢谢。又跟我说谢谢。你呢，最好能告诉我，现在你最想要干什么？现在？嗯。我想干的事儿多了。我奉陪到底。我好饿。嗯。我想吃蛋糕，吃巧克力，吃冰淇淋，吃棒棒糖。哼，什么饭都没吃，吃那么多甜点对身体不好啊！唐僧啊你啊，我又不是你的孙悟空，你少管我。哎，据说唐僧和孙悟空，那才是真爱。呸！呵。看来你陪很多女孩解压过嘛？也没有很多吧，也就几个吧。你给多少女生当过备胎啊？雷闪闪，王师啊，我看你人挺好的，怎么就没个女朋友呢？你管得着我吗？我干嘛非得有女朋友啊？你不会是不喜欢女生吧？不会是个 gay 或者是个双吧？要不然我把 Mike 介绍给你。谢谢。哎，干嘛生气啊？开个玩笑都不行啊？这玩笑好笑吗？我要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解压方式。奉陪到底。你好，你需要什么？啊，
我要树莓巧克力切片、香橙巧克力切片、cheese 蛋糕、香蕉泡芙、草莓泡芙。我跟你吃得了吗？你女朋友吃不了，你可以帮她吃呀。5个全都包上，他不是我男朋友。还没追到手啊，加油！加油！可芳，回来了啊！可芳。 电话呢？别激动，不是齐明峰，我家大伟。憋不住了，你接电话。喂，可芳，你今天还回来吗？可能吧。那要不要我去接你？你不用，还不知道几点呢。冬眠这还有点事儿，我陪陪他。那行吧，那我在家等你吧。好吧，拜拜。又拿我当挡箭牌，天天缠着我，烦，不想回家。那杨大伟挺好，大伟是挺好的，可是两个人长期在一起，有一个人总处于上风，不好。你想造反啊？那倒也不是，但是我就想让他知道我什么时候是高兴的，什么时候是不高兴的。今天谢谢你啊，为了表达我对你的感谢，我准备晚上请你喝一顿大酒。好啊，去哪儿喝？去哪儿喝都行啊，你定吧。我想想啊，咱可以去。你的想象力快点出来！怎么办？你们两个顶住！可不姐，我俩不行！你别跑呀！你说我过来，你过来！玩的够嗨的啊！可风，冬眠呢？冬眠，他回市区了。回市区了？我听说他病了，没事吧？病了，但只是小感冒。追冬眠的人又那么多，我只是不放心他。既然他不在，就把这些药转交给他吧。我回头再过来。好，林峰哥，常来。
这还差不多。辣椒、葱、姜、蒜。放下！孕妇能干这些吗？就是，好好给我养着儿子，